Hello，大家好，又係我啊。咁啊，上集嚟講有啲朋友咧都睇完我哋嘅節目咧，都比較關心啊。其實聽森林城市會唔會講話鬼城靜啲啊？咁今集嚟講咧，我就邀請咗兩位嘅同事咧，因為新鮮滾熱辣啦，佢哋都最近去過馬來西亞，咁啊講一講個情況。兩位朋友，阿 Queen、阿 Max，咁啊 Queen 講先啦，最近你去過嘅情況係點樣咧？今次咧，我係想體會翻而家我哋嘅客人咧，就係就住呢一個新嘅移居計劃，咁我就親身帶咗一對夫婦咧，就去到新山森林城市裏邊咧，就係考察一下，順便咧就係佢哋已經係申請咗呢一個移居，咁就會鎖死咗係睇呢一個森林城市嘅單位。咁你嘅客人嚟講就應該係退休，咁啊其實退休嘅朋友基本上會考慮啲咩呢？係啊，我個客人咧就係退休嘅，咁佢哋咧考慮咧最主要咧就係衣食住行啦，購物方唔方便啦，出行方唔方便啦，甚至乎佢個生活嘅質素好唔好啊咁樣樣。咁其實喺咁多方面嘅話咧，喺森林城市裏邊咧係完全可以俾到客人喺呢一方面嘅要求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每一個屋苑咧，其實佢嘅下邊嗰個樓下咧都會有一啲便利店啦、餐飲啦，甚至乎咧係超級市場都會有嘅。譬如如果客人想喺一啲再大啲嘅商場啊，買到佢哋唔同國家嘅物品嘅時候咧，其實咧屋苑咧更加係會有一個穿梭巴士咧，係直接去翻新山最近嘅 AEON 嘅商場，咁佢咧就會有晒所有嘅物品咧係供應翻俾唔同嘅客人咧去購物嘅。阿 Queen 咁講，其實最後你個客人最後有咩決定呢？其實佢已經係揀咗心目中佢嗰個要求嘅單位㗎啦，咁而家都係辦理緊一啲手續啦，咁都好開心帶到客人去買到佢而家諗住退休嘅心儀嘅單位咯。OK， 咁但係其實以往嚟講，我哋都不斷都強調啦，第二家園依個計劃係筍嘅。咁其實你個客買個單位幾多錢啊？佢而家鎖死咗個單位咧，就係一家一房500幾尺，咁個價位咧好平，就係50零萬多啲嘅馬紙嘅啫，等於而家香港咧大概係90萬度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啦，咁啊 Max 你最近都去過啦，咁啊從年青少少嘅朋友嚟講，因為過去你都成日做新加坡嘅樓盤啦，咁我相信都處理好多一啲專業人士嘅，咁啊今次你嘅去過嘅經驗又如何呢？係啱啱都年頭會去過啦，咁其實馬來西亞嘅新山咧都好旺嘅，咁我哋上次就正喺新加坡會過去啦，唔使落車嘅，咁啊攞個 passport 咁就可以過到關，咁啊喺個關口度去翻我哋森林城市咧，都係講緊10分鐘車程，咁啊好方便啦。咁所以其實都吸引到好多新加坡嘅客人都會有時間過去度假或者係退休啊，都會考慮森林城市咯。稅就真係好吸引嘅，相對香港嘅梗係平啦，咁嗰邊其實個價錢咧都係講緊2000尺嘅別墅啦，係大概150萬馬紙，即係大概200零萬港紙咧，都可以買到一間2000尺嘅別墅嘅。咁再大少少嘅去到3房啊、4房啊，都係講緊200零萬到嘅馬紙，甚至乎300-400萬嘅港紙都可以買到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嗰邊就個生活質素會大大提高啦。附近咧亦都係高爾夫球場，咁啊好靚嘅環境咯。咁啊當然啦，我哋講日頭梗係會見到好多人來人往啦。咁夜晚你自己都喺個小區入邊走嚟走去喎，咁又見到啲咩呢？小區入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餐廳啦，會有中菜啦、西菜啦，或者係泰菜都會有嘅。咁講緊都係百零蚊有海鮮啊，會有唔同嘅小菜都會有選擇啦。咁另外就係會有娛樂方面咧，都會有按摩啊，或者係好多便利店啊、超市啊。咁我相信即係呢兩位同事其實分別自己去過啦，咁亦都特別啦，佢哋拍咗張相俾我。夜晚咧其實都幾燈火通明嘅，咁因為其實我哋見證個小區有冇人氣咧，除咗日頭之外咧，其實夜晚我哋特登去走一走咧，會發覺咧原來着晒燈喎。咁着晒燈嘅原因係乜嘢咧？其實就其中有部分咧都幾多嘅客人咧，就我哋知道咧，其實佢未必一定喺入邊長住，但係佢又租咗俾馬來西亞嘅朋友。
OK，咁啊，阿 Queen，你個客人咧，其實成個過程你講一講咧，其實成個時間啊、揀樓啊、整個時間，我諗而家啲朋友最關心個情況係點樣咧？咁咧就當日咧我就帶同2個客人咧，咁就係飛去呢一個嘅新加坡嘅樟宜機場。落機咗之後咧，其實發展商好好嘅，咁啊派車咧就係由機場咧就直接就去到呢一個嘅森林城市。咁我哋入住佢哋嘅5星級嘅酒店裏邊咧，就休息咗1晚之後咧，食埋飯。咁第2日咧，我哋就進行睇樓啦。咁發展商咧嗰個嘅銷售中心咧，其實就好龐大嘅，所有嘅示範單位啊。點樣裝修嘅配置啊，都呈現喺客人嘅眼前。咁跟住我哋就會上樓去揀佢心目中嘅單位啊、戶型啊、方向啊、景觀啊咁等等。咁最後客人揀選咗佢自己心儀嘅方向啊、位置啊嘅單位之後咧，咁我哋就已經係可以即時咧就係喺個銷售中心嗰度咧就係簽約同埋辦理加呢一個嘅移居計劃嘅合同啊等等呢啲咁嘅手續。咁所以成個流程嘅話咧，其實客人就好舒服嘅。咁往後嘅文件啊、處理啊，咁全部都係會由呢個第2家園計劃嘅 agent 或者係發展商嘅人員咧，就會係代辦所有嘅後續嘅手續。所有觀眾都比較關注第2家園批核嘅時間大概幾耐到咧？咁留意翻啦，客人咧，如果由佢開始申請呢一個嘅移居計劃，咁啊包括埋佢個文件齊晒啦，已經係遞交上去俾馬來西亞嘅政府開始計算咧，其實咧。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估算佢個時間就3個月之內咧，就一定就會批核出嚟㗎啦。咁所以咧，客人留意翻佢預備嘅文件啦、齊全啦，咁交由呢一個移居計劃嘅負責人去遞交文件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就應該係揀選好佢個單位咧，咁就等文件批出嚟，即係政府通知你你可以過去嗰邊蓋一個嘅簽證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已經係完成晒所有手續。我諗之前我哋上1、2集都講過啦，即係有唔同嘅市場上嘅一啲傳言啦。咁最緊要就係話而家真實嘅個案咧，即係第一個時間喺3個月以內啦。第2樣嘢咧，真係想做呢個特區計劃嚟講咧，就係森林城市呢個項目㗎啦。咁啊，呢樣嘢都希望俾到一啲觀眾朋友嚟講咧，會更清晰而家想做。不過有一點要提一提啦，就係因為我哋會見到咧，其實政府嚟講咧，因為一路申請嘅人數咧係一路增多啦。第一個時間有機會咧，相對會有機會即係叫做積壓咗一啲個案喺度。咁啊，會唔會嚟緊冇咁快咧？第2樣嘢其實政府要求嘅文件可能會進一步有機會收緊。咁呢樣嘢都係考慮緊嘅朋友嚟講咧，即係基本上我都係建議啦，做移居其實就最緊要快，因為政策有陣時咧會調整收緊。咁而家嚟講咧，應該係一個幾好嘅黃金時間咧，去俾大家去申請嘅。阿 Queen 啊，上次你就同客人咧就搞晒所有手續啦。咁啊，我知道你自己每層樓都走去睇一睇嘅。咁今次有啲咩筍盤推介俾客人咧？係啊，喺現場嘅單位咧，我都睇過唔少嘅。咁如果比較多客人喜歡嘅細單位嚟講咧，咁517尺，咁我會有一啲咧推介咧，就俾客人咧就係正海景，咁咧就面向呢個新加坡嘅方向嘅。咁個單位咧就係四四正正啦，咁樣就係有一個大嘅露台嘅。咁客人如果係喺個廳行出去露台嘅時候咧，其實整個嘅海景咧都可以收入眼簾嘅。咁如呢個單位咧，大概咧就係60零萬就已經可以買到㗎啦。另外咧，發展商咧就提供咗一個嘅3日2夜嘅住宿同埋機場接送嘅安排。咁喺呢段時間咧，都不停有唔同嘅客人咧就同我哋登記，就係準備出發就前去呢一個嘅當地去考察同埋去揀樓嘅。咁啱呢段時間咧，酒店嘅房間咧都比較緊張，咁所以咧，如果客人係已經係決定咗係去考察嘅話咧，就早啲同我哋安排。深水清嘅朋友會記得我曾經講過，第2家園其實好多日本人做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全世界都係諗住咧，我 join 個 program 點樣用小錢大享受去做一個移居計劃，咁啊森林城市絕對幫到大家啦。咁啊最後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咧，聯絡我哋嘅同事，咁啊當然啦，如果想聽多少少馬來西亞嘅分享咧，我哋下一集再繼續分享，咁啊同大家講聲多謝。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